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枵财，台语安尼写枵财。华语的嘴馋、贪吃、贪嘴、馋嘴，也就是台语的财、财者、贪者、枵鬼，都是枵财，都是真爱食、直直食，总是感觉食无够。囡仔囝食，无论看到啥物物件，拢要踢喙空。阿嬷笑讲，这个孙啊真枵财。我减肥唔捌一概减有成，实在是因为伤枵财咯，看到甜食就挡袂牢。你莫遮尔枵财，一支喙食无休困。啊，若枵财一直食袂煞，对方就是枵鬼喙、菱角喙。有一句俗语：菱角喙，愈食愈大喙，无食大心亏。是咧比如一个人真枵财，真兴食，若不食到，就会感觉真眼肉，无爽快。枵财的枵，枵巴叉，枵过鸡，枵鸡适当。你莫伫遐枵巴叉，你提出这款的要求，根本就是调故意扰乱，一点仔道理都无。可怜的囡仔，无爸无母，枵鸡适当，就是定定安尼枵过鸡，无怪烧山落肉乌大山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枵财，实在真趣味。